是他鼓励民间告密。我们从历史上来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官府鼓励民间告密，就是造成了极其对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心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的一次告密运动，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这个告密运动叫什么呢？它叫算敏和告敏。算敏的意思就是他要求全国所有的人家里边都要申报你们家的财产，申报完了之后，根据你们家的这个财产数额来从你们家征税。那他这样做一来的话，那很多人家就肯定不愿意如实的报嘛，就是尽量往低线上报，甚至就有的时候就瞒报就不报了。你要知道，一个政府他要行恶政的时候，那么他的人民是要想办法规避你的这种恶政。那你的恶政出台了之后，我就想办法用我的方式来抵消你的恶政对我民间的这种损害。所以这个算敏的这个政策法令一公布了之后，肯定大家在民间大家都想着怎么样瞒报或者是少报。你不是要瞒报和少报吗？现在政府又一次的发布命令，谁如果举报别人瞒报他的家产的话，如果查实了证明你的举报是真实的，所有的被举报这个人的家产全部没收，然后这个人家的人发配到边疆去戍边，没收的那个财产奖励给告发者一半。结果这个政策一出来了之后，史书上记载说，告敏遍天下，朋友告朋友，亲戚告亲戚，仆人告主人，就是什么样告密的情况都出现了。那么多的人可以拿到一半的奖励，这是鼓励人性当中最恶、最坏、最黑暗的那一部分嘛，就使得人们为了得到这样的这个奖励，那就什么坏事都敢做。结果到最后，这场告敏和这场算敏和告敏运动，用司马迁的话讲，就叫中产之家大举破产，然后官府府库迅速充盈。这种情况，它肯定就是这样的恶政，它肯定预示着一种非常不祥的一种未来。